我哋嘅生活咁忙，每日都掛住忙，掛住趕，掛住衝。每一日由朝到晚，我哋都需要做好多決定，又經常要面對生活上嘅壓力。我哋好似永遠都唔夠時間去做晒所有嘅嘢，尤其係去思考人生嘅大問題。就好似我哋點解會喺度？我哋嘅人生目的係乜嘢？仲有，唔通生活就係咁樣過咩？嗨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，係我啊！今日開始錄影啊，好開心啊！啟發係一個可以俾我哋暫停一陣，探討各種人生課題嘅地方。喺呢度，你可以自由咁提出問題，互相交流。我哋好期待同各位經歷呢段旅程。大家好，我叫瑞圖，我嚟自北京。大家好，我叫廖智，我嚟自四川。歡迎大家嚟到啟發。咩廖智啊？你有冇諗過你係邊個啊？我咪係廖智咯。我嘅意思係你真正嘅身份係邊個？你嚟到呢個世界上係要做啲乜嘢？你之後要去邊度啊？哇！呢啲都係人生嘅重大問題喎。我哋嘅生活咁緊張，邊有時間安靜落嚟思考呢一啲問題啊？啱啊！我啱啱講嘅3個字忙忙忙，我覺得可以理解為忙忙忙。有啲人係日以繼夜咁忙，忙咗冇咗目標，之後就茫然冇晒希望啊！啱啊！一世人眨下眼就過，我成日都會喺度諗，人生就係咁樣嘅咩？就係剩翻24個鐘咯。24個鐘啊！24小時？我仲咁後生，太少啦係嘛？24個鐘唔夠啦。可能我要諗諗點解我會面對呢種狀況喎。咁好難諗噶喎。肯定唔會翻工啦，呢個係肯定嘅。我估我會出去環遊世界。我會去飲酒。我會翻去同屋企人食飯。飲酒會係咁飲，之後發生咩事都唔知啦。沖完涼，化好妝，冇啦。瞓覺，瞓覺，瞓覺。我要揾一個地方，之後種一棵樹，寫我個名喺上面，證明我曾經嚟過呢一個世界。使晒啲錢佢，哎呀，橫掂都係冇噶啦。既然都就快完啦嘛，咁就不如豪咗佢，將自己想做嘅嘢全部都做晒佢，咁咪得咯，係咪？生活嘅步伐越嚟越緊張，我哋每日都要面對好多壓力，處理好多問題。例如係咪應該轉工？愛情冇着落，俾朋友出賣，感情破裂，俾人誤會，覺得自己唔受重視，唔被愛，生活裏面無數壓力同挑戰，會令我哋覺得人生冇意義。生老病死，人生就係咁樣。人生嘅意義係咩呢？啟發提供咗探索人生重要議題嘅機會，俾我哋從唔同嘅角度去理解生命嘅意義同信仰。你可能會因為大家未見過面唔認識，要討論人生同信仰會有啲尷尬。啟發最大嘅魅力就係會喺幾個禮拜裏面，令我哋大家成為好好嘅朋友。我細個嘅時候，曾經有一段時間好固定咁同屋企人每個禮拜返教會，但係我都唔知道喺度做乜嘢。台上講嘅嘢我都聽唔明，淨係坐喺嗰度發呆，天馬行空咁亂諗下嘢，或者睇下其他人喺度做緊乜嘢。當時令我印象最深刻嘅係合唱團嘅指揮，佢嘅動作好特別，佢係咁樣喐嘅，非常之有趣。對我嚟講，基督教就同其他嘅宗教一樣，人哋有人哋自己嘅信仰，我都有我嘅。我從來都冇認真咁諗過，到底有乜嘢證據證明呢位上帝係真嘅？只會喺自己有需要某啲嘢嘅時候，就會向冥冥之中嘅嗰個神許願，或者係俾人恰嘅時候，又會希望佢幫我對付對方。我只會喺有需要嘅時候先會揾佢。我對於呢位上帝係邊個一啲都唔在乎。
我當時在乎嘅就只係畫漫畫。我細個就中意畫漫畫，我希望大個之後成為一個專業出名嘅漫畫家。我呢隻手由7歲開始就畫連載嘅漫畫，參加過好多比賽，亦都拎過好多獎。但係嗰種滿足感係非常之短暫。我嘅生活入面就好似缺少咗一啲嘢，好似有一個窿好想被填滿。呢個就係對人生嘅一種追求啩。好多人都係咁樣，年輕嘅時候努力讀書、返學、考好成績，畢業之後發現個窿都仲喺度，就會諗搵份理想嘅工作應該就解決到啩。做嘢之後又發現事實唔係咁樣，咁個問題應該係冇對象，於是就搵個對象拍拖結婚。後嚟發現只係2個人日日對住都幾悶噶，生返幾個細路應該會開心啲啩。結果生咗 BB 先發現煩惱仲多咗。唔通人生就係咁樣一直無窮無盡咁追求咩？人生終極嘅意義同埋價值究竟係乜嘢？人生就係咁樣啦。乜嘢可以令我開心？食飯可以令我開心。我覺得太陽可以令我開心。飲到杯奶茶對我嚟講已經好開心啦。我隻狗可以令我開心。錢啊，錢可以令我開心，因為想買乜就買乜。我覺得使錢令我幾開心㗎。可能去蒲啩，見到靚仔就可以令我開心。好多嘢都會開心嘅，同啲女仔出去都幾開心噶。做條鹹魚啦，乜都唔使諗，咁就開心噶啦。好似錢啊、工作啊呢一啲嘢咁，都可以令我開心㗎。但呢一種開心係暫時嘅，我覺得永恆嘅快樂都係喺同神嘅關係度。其實我覺得我嘅快樂好簡單㗎咋，就例如係有個好睇嘅髮型，戴隻好靚嘅耳環，然後化個靚妝，跟住我今日靚靚咁出街，我就好開心。著名藝人劉曉慶講過，喺現代社會，錢同財富係一個人能力嘅證明。的確喺呢一個社會，我哋都以財富嚟定義一個人嘅能力同成功。我哋都好努力奮鬥，為將來夢想同埋計劃將來。現實同我哋嘅理想有時落差好大，就算美夢成真，得到咗想要嘅一切，內心仲係會覺得唔滿足。生命好似總係欠缺咗一啲嘢，硬係有一種講唔出嘅空虛同茫然。我自細就好中意打籃球，所以我一直都想喺 NBA 打籃球。呢個係我最大嘅夢想。點解我入到去？我覺得真係一個奇蹟啊！突然有一日，我得到咗一個機會。之後喺嗰陣開始咗林瘋狂嘅一段時間。嗰段時間真係好誇張啊！如果你去睇嗰啲網絡數據，我原來真係被搜尋得最多嘅人。我喺林瘋狂最成功嘅一段時間，我就係內心好唔舒服，好唔滿足。我一直喺度諗，我而家係全世界最出名嘅人，
我想要嘅大部分嘢都可以得到啦。咁點解我會咁難過呢？之後我突然間受傷啦。我非常非常之唔開心，我唔知道我仲可唔可以繼續打波啊！我喺個球場度係咁喊，我得到嘅全部嘢就係咁慢慢冇晒。我成日喺度諗，如果我聽日就突然退休嘅話，我心入面會唔會好滿足呢？嗰段時間，我覺得上帝喺度嘗試挑戰我嘅諗法。之後喺嗰度，我就學識點樣真正去更深咁去愛，同埋去跟隨耶穌。我喺臨瘋狂最成功嘅時間裏面，係我最唔滿足嘅時間。反而我受傷唔可以打波之後，被更換，然後發生好多嘢。點解喺我最低潮嘅時候，反而係我最滿足嘅呢？就係因為上帝好愛我，上帝就係我爸爸，上帝帶我行嘅路係完美嘅路，而最重要嘅係我係上帝嘅仔。我哋天生有尋求神、渴慕神嘅傾向，除非我哋同神建立到關係，如果唔係，總係會覺得生命差啲嘢咁樣。我相信人一生最渴求嘅係一份永遠唔會變嘅美好關係，但人際關係之間總會有缺陷，就算係非常完美嘅關係，都冇可能永遠唔會變。耶穌話：我就係生命嘅糧，我先至係能夠填滿人類靈魂深處最深切渴望嘅嗰一位。耶穌宣稱佢先至係嗰位可以填滿心靈飢渴嘅人。耶穌話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只有一種關係係完全充滿愛，而且係永遠唔會變嘅，就係人同上帝之間嘅關係。而耶穌就話：唯有透過我，先至可以建立呢一份關係。耶穌話：我就係真理。對呢句說話，有啲人嘅回應係：恭喜你，你揾到人生嘅意義同埋目標啦。不過並唔係我所需要嘅。但係如果基督信仰係真理，咁就係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。如果佢唔係真嘅，咁我哋就係被迷惑啦。其實冥冥之中，好多人似乎期待有一種超自然嘅力量嚟幫助我哋。例如，當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，心裏面總會默默咁祈禱：天啊，請你幫下我啦！我諗呢個就係點解咁多人會話宗教係一種精神寄託。無論你認為自己係咪需要宗教，我哋都有一種精神層面嘅追求。但係當我哋仲喺度探索緊人生應該行邊一條路嘅時候，耶穌話：我就係道路。當我哋仲喺度探索人生奧秘嘅時候，耶穌話：我就係真理。當我哋仲喺度問緊喺邊度揾到生命嘅時候，耶穌話：我就係生命。耶穌顛覆咗一般人對宗教嘅諗法，佢話俾我哋知，佢就係人生一切問題嘅答案。前牛津大學歷史教授話：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係歷史上證據最充足嘅事件。其實喺歷史上有好多嘅科學家都係基督徒，笛卡爾、牛頓、伽利略、哥白尼、卡爾文，仲有化學博士宋尚節，呢啲都係世界頂尖嘅學者，係思想非常嚴謹嘅人。佢哋都相信科學同信仰並冇衝突，當中更包括當代傑出嘅科學家錢坤博士。我係一個海洋生物學家，喺呢一個領域做科研同教育已經40幾年啦。
我熱愛大自然同其中嘅生物。好多人認為科學同上帝係互相違背，我以前都曾經咁樣諗過。當我研究呢一個宇宙嘅時候，就發現宇宙同生命都係經過精心嘅設計，唔可能係偶然出現。喺呢一方面嘅科學研究叫做智能設計論。我花咗好多年嘅時間去觀察同研究呢個雲南貴州高原嘅動物化石。呢一本幾千年前所寫嘅聖經，同科學家而家發現嘅係一致嘅，所以我認為其實科學同聖經係冇衝突嘅。愛因斯坦佢有一句名言，佢話：我越研究科學，我就越深信上帝。我都係一樣。當我喺大自然當中睇到宇宙嘅精確、生命嘅複雜，仲有海洋奧秘嘅時候，我睇到愛因斯坦佢所睇到嘅。呢個宇宙嘅一切都係有精密嘅設計，所以呢一切都係指向有一個創造者。我會問佢係由邊度嚟嘅呢？如果有一個神，我會問佢：我嘅願望會幾時實現啊？愛會唔會一直存在嘅？我可以活幾耐啊？係咪真係有鬼㗎？點解會做得我咁型㗎？我幾時會脫離單身啊？我嘅男朋友喺邊度啊？失戀嘅時候可能會問愛神：乜嘢係愛？咩係愛？乜嘢係愛？乜嘢係愛？我想問人生到底係為咗乜嘢？我會問點解要創造生命咁複雜？我想問佢：我幾時先會成功？你係咪真係個導演嚟㗎？我哋其實係咪真係做緊戲啊？我會問人係咪真係有輪迴㗎？我想俾神擁抱我，而且我想知道佢真係一個點樣嘅人。如果我要問上帝一個問題嘅話，我想知道佢幾時返嚟。當耶穌話我就是真理，佢指嘅唔單止係知識上嘅真理，猶太人所謂嘅真理係經歷到嘅真理，結合頭腦嘅認知同親身嘅經歷。係啊，基督教係一個經歷上帝嘅信仰。我哋唔單止相信耶穌話佢係真理，仲相信佢存在嘅證據，同時都相信我哋同復活嘅耶穌有親身嘅經歷。我哋同上帝係有關係嘅，而且係親密同永恆嘅關係。對我嚟講，耶穌一直與我同在。喺我需要嘅時候，我可以感受到佢對我嘅愛同幫助，而且我深信呢份愛永遠唔會變。廖志你呢？對我嚟講，耶穌係最親密嘅朋友，好多冇辦法同其他人傾嘅嘢都可以講俾佢聽。耶穌冇應許過賜予我哋無風無浪嘅人生，但就應許賜俾我哋豐盛嘅生命。耶穌要拎走嗰啲會毀壞我哋生命嘅事物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喺研究所讀書嘅時候，我5歲嘅仔喺幼兒園翻嚟，就衝上去宿舍隔籬嘅球場玩。佢玩咗好耐，成身大汗咁翻嚟。過咗冇耐，我嘅鄰居嚟敲門，同我講：呢啲嘢係咪你哋噶？我一睇，佢手上拎嘅嘢好熟面口喎。原來係我個仔嘅書包同水壺。阿仔好烏龍咁留咗啲嘢喺球場，唔記得拎翻屋企。我係一個做事謹慎、記性幾好嘅人，我唔係好接受其他人咁冇記性，成日漏呢樣漏嗰樣。雖然唔係我漏低嘅嘢，
但係我都覺得好唔好意思，仔仔咁樣真係麻煩到人哋啊！到咗晚餐時間，我要去樓下飯堂拎飯餸嗰陣，2歲嘅細女話要跟埋我落去，我就帶埋佢去啦。拎完飯餸翻到屋企，我太太竹玲問我：個女呢？我理直氣壯咁話：我又唔係屋企，我點知啊？竹玲望實我話：個女啱啱唔係要跟你落飯堂咩？哎呀，嗰陣我真係非常之震驚啊！個女呢？跟住門鐘又響起啦。我嘅另一個鄰居帶翻我個女翻嚟，呢次我更加唔好意思，係咁多謝佢。我覺得好慚愧，我個仔只係留低咗個書包，而我竟然係留低咗個女。我以前成日都覺得淨係人哋會有問題，呢件事令我睇到我自己都唔好得去邊。我哋或多或少都做過一啲唔好嘅事，心入面有罪惡感。好消息係，耶穌已經為你我嘅罪而死，佢喺十字架上擔當咗我哋所有嘅過錯，令我哋得到上帝嘅赦免。當我哋接受咗上帝嘅赦免，我哋就能夠得到真正豐盛嘅生命，就係耶穌基督希望賜俾你同我最美好、有永恆價值嘅生命。大家好，我叫黎光，我係嚟自中國北京。回顧我到目前為止嘅生活，我覺得我嘅生活真係好似一部電影咁，因為我係喺一個好缺少愛嘅家庭入面出世嘅。我覺得我一出世就係一個被拋棄、被拒絕嘅小朋友，因為我嫲嫲重男輕女嘅思想比較嚴重，所以細個就會覺得父母經常好似踢波一樣，將我踢嚟踢去，唔願意照顧我。我覺得活喺呢個世界上冇任何嘅意義同價值，所以喺好細個嘅時候，我好想自殺，結束自己嘅生命。但係好奇妙嘅係，喺我9歲嗰年，好似一粒種子咁細嘅希望就落喺我嘅心入面，就係將來我想拍一套戲，一部關於我自己嘅電影，之後我就可以如願離開呢個世界。大學畢業之後，我就入咗中國當時最頂尖嘅張藝謀導演嘅劇組，有機會同好多好出名嘅導演同埋演員一齊做嘢。電影原來係我繼續生存嘅動力，但係內心都仲係好空虛，就好似有個黑洞一樣，需要有啲嘢填滿。所以喺嗰段時間，我就開始吸毒同埋賭錢。但係當毒癮、賭癮過咗之後，就會陷入一個更深嘅絕望裏面。我覺得自己好似喺一個黑洞入面轉嚟轉去，更加渴望想死。有一次喺我心入面最低落嘅時候，我喊住咁同神講：神，你愛唔愛我啊？我聽到佢同我講，佢話我愛你，孩子，我愛你，孩子，我愛你，特別清楚。係啊，我聽到佢同我講說話。所以我自從接受咗耶穌之後，我覺得人生先有更清晰嘅目標，而呢個目標係有價值嘅。所以我而家嘅願望就係可以拍出有生命嘅作品，透過電影作品可以令更多人認識上帝嘅愛，認識上帝嘅真實同信實。我曾經以為信仰同我嘅生活係冇關係嘅，直到我真正認識耶穌之後，
我真實咁經歷到乜嘢叫做有意義、有目標、有價值嘅生活。我唔再需要靠外在嘅事物，好似物質、名譽、身份嚟滿足自己。耶穌話佢就係通往上帝嘅道路，佢能夠令你嘅生命充滿意義同目的。佢就係真理，佢就係生命。藉住佢，我哋能夠同上帝建立關係，搵到真正嘅滿足。跟住落嚟幾個星期，我哋即將一齊開始呢次旅程，探討生命同信仰嘅意義。試諗下，假設我哋一生人嘅壽命有75歲，我哋會花26年瞓覺，有7年瞓喺床度失眠8年半購物，1年決定着咩衫，3年洗衫，1年半吹頭，34年睇電子熒幕。所以我哋點解唔花少過30個鐘嘅時間，一齊嚟探索生命中最重要嘅問題呢？歡迎嚟到啟發。